家家有好生，马莎国家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是这位。大家好，我是燕燕。咦？哈？你看到吗？有熊哎，旁边有蟹。哎，你唔可以讲哦。就买好讲，等一下你试试看。你还没敢吃？对呀。这很可怕哎。哎呦，唔会啦，就用啊。哎呦，哎呦。甜的，香改哈，小熊维尼，哎，熊熊喜欢吃甜的，真的，嘿呀，熊，你今比熊有乜嘅关系啊？我老你讲，我今比唱嘅俩的来宾，老熊有关系。知道了，4个字，有备而来。哎，你不要给重口味，重口味，呀，太了。我今日做的几多高？哇，好可爱！你不止人可爱呢，你等一下，哎，上面还有熊。熊哦，对，这样自己做哎。嘿，今日东猪头做的。哎，你比古早米还古早米，它底面是湿润的耶。然后讲是给人个最感受到嘛感觉。早的。早出酸的，杠豆出酸的，它会把你口水都吸干。你这种嘛，哎，你表情还蛮多的嘛，你还蛮会做效果的啊。你知道他刚刚做什么效果吗？什么？我说会吸干，他就那样。你蛮会做效果，还不错。还好。还有唔会冬天嘛？系啊。我做的几多个唔会冬天。真甜哦。真的不会很甜，而且不会腻。我放的蜂蜜是我上好自家熟的棚的。你这个小棚哎？我爸熟的。哎呦，吓我一跳。上好的亚棚的。啊，亚棚哎。哦，古时候讲蜂蜜也是自己的。对。等下，我先问他，你那边还讲你啦？没有的，公馆。哦，跟你笨蛋还好嘛该呀？我笨蛋就还有学餐饮呢。你这样 Q 谁听听呐？30后期。原来熊吃甜点也能永葆青春，一狂吃。哦，30后期跟你做烘焙做几多年呢？中间有团体2年。哦，做嘛个团体？为了学带。然后去园区工作，那个工作之余还是有办法做我自己喜欢的烘焙。我觉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然后老勾一 get 有可能会牵绊到你喜欢或兴趣的事情，做一个好好的玩，就是告别，然后重新开始自己想要的生活。难怪这是什么？熊的坚持。好，给别就用熊的坚持来做料理。那先做嘛该？首先我们要先过筛面粉。过筛是不是？好，第3档做烘焙一定冇可能一家听啦，一定还会接触到其他人嘛。三烘哦。三烘冇人呢。真假假诶？冇人啊。真假假诶？三烘冇人黑嘞。冇人黑咯？哦。对，就一家。我爸讲阿妹会去上烘做事啊，好酷哦！只有假日才会多3档个哦。平常时我还要做事哦。跟你阿表个迄嘛该？面粉老糖粉，面粉几多，糖粉几多，几个比例係用板算？面粉的话是75克，然后糖粉是25克，再后诶，我会标一些些的盐，一些些盐。一些些的就还有嘛该？先用奶油。你要用奶油是吗？嘿，会用平底锅去溶，是因为等一下我就不用再沾油了。哦，你说唔是让那个这个撞到油是吗？然后打下烤两粒卵入去。平常时啊，你讲这个第3档天哦。嘿啊。特殊啊，你还要转去。选一个肉木啦，开始做烘焙就炒的。上烘呀，木的木人带，那就用个空间下来做点心。好，现在已经融了，对不对？融了之后呢，
然后加进去，加到我们刚刚过筛的这个糖粉、面粉跟蛋，对，量炸哈。然后再来就是牛奶，牛奶，咩些搅匀，搅拌匀哈。然后加下几几秒诶，好，然后要过滤。好，过滤是为了让它细致。对，像那个蛋白，对，啊，你开始做的碱呢？对，这个融化奶油的包嘅哈，所以我们是说嘟嘟好油油哈。安尼油油的发人就做在碱面皮。For multi-tie 哦。say for 诶。你爸爸妈妈有试过你做的甜点？有啊，我都上空做的时间啊，我做面包。嘿。其做些做太就有好食诶。哦，安尼说体力又够哈。系啊。嘟嘟好喝下午茶，都3档红喝下午茶。你还有中茶吗？中茶，对啊，冇呢。哦，按打爽，这样就可以喝下午茶。不是啦，好像公羊爸爸又有养野蜂啊，你又会做甜点，那你干脆应该就是种个茶。亚鹏的冇咁简单，亚鹏的叫我来张油。哦，佢冇人研究冇食。真嘅哦。系啊。在上行咧下种那几多东西？咖咩？姜麻王，还有栗叶。哦，几多？你的时节刚过哈，你也刚过嘞。跟你有特别喜欢种嘛白毛，蔬菜了的。种菜。哦，种菜哦。种吃脯诶。吃脯诶。还有一种台湾野生的吃脯诶。买的。我要去养，山风动作。哈香。嘿，这是台湾的覆盆子。嘿，哦，这样子变面哦。对啊。好酷哦。哎，用夹背哈。习惯铁砂掌。我刚刚以为他要干嘛？因为做厨师通常都是双手。真的。比较快。唔过你哈太家就想讲，做本妈妈看啦，有等于吼，可能他是新手嘛。哦，讲落豆。对，讲落豆。好。会。看你一片之后嘞，哎，好薄哦，你好厉害哦。对呀。这个锅子跟了你多久？跟了我多久？3、4年有了吧，我需要纸巾来出台。让我们养到，哎，给我就好了。谁我？好吗？我之前有开直播教学这个。真的哦。对。一定很多人在看，对不对？对，每个人下巴都掉下来。然后呢，掉下来的原因是你很厉害。1秒、2秒、3秒，好。哇，真劲哦！那你现在挂回去啊？那你现在把这里当直播，你温用蛮高，预备开始。首先我们现在做的是法式千层的面皮。我讲直播不客家人看，挑战直播机也都头唔使客家话。那讲你阿本妈妈看啊？妈妈看哦。系啊，来预备开始。呀哈搞的嘿法式煎饼。嘿，煎饼哈。薄薄的面皮。然后剪刀呢，有些的叉就做在边面。嘿，边面起来要样板看好嘞。后来就两面就有杉木，就做在。哇，好酷哦！啊，你是用的呢？嘿啊。哦。然后舀上来的时候要转锅子，比较均匀。哦。哎，你做3day好的啦，好吗？好，做3，因为你还要打发奶油，知道吗？我做了要技巧啦吼，因为你要有经验。要剥铲，边边呢，边边呢较好留起来，安尼挂上去。哦。3滴。好，3滴。安尼泡多个。泡的哦，好，皮煎好的哈，要打奶油哈。嘿，奶油，然后过的喷的过打蛋器。好，喷的然后打蛋器。然后糖。还有糖，其实要设计甜几加啦哈。我总唔得甜甜，跟有一定的比例。哦，对哦，跟人家比例还蛮大。就是多少的奶油就它的10%的糖。哦。动物鲜奶油。动物鲜奶油就差不多20克的糖。甜多会甜甜。嘿。这个就唔是嘞啊。温牛改啦。你改，就10比1啊，好，好，然后大刀比边硬。其实东家吼，你动物性奶油莫不一定要买吼，系啊，自家买转来冰冰上吼，嘿，跟自家你3档安尼做
做甜点啊，嘿，按你够省饭，爸爸妈妈有讲嘛干？差唔多啦，啥？你也最加糖度的啦。嘿不过爸爸妈妈虽然讲，不过看到你越来越有，就是越来越受到大家就是注重喜爱呀，哈。因為我會留嘅農產品來做啊，當佢浪費。嘿，好啦，你大陸啱啱講一下就好誒。一講咧，你差唔多1分半天的咯，2分鐘，差唔多啦哈。差唔多。好，沙來做乜嘅？沙來組裝。好，我們就냉유。加打發的哈。打發咧。不用上去。不用動哦。不用動哦哈。然後各位就是該不會這水果是你們家種的吧？係啊。哎呦，酸的啊！哇，當季的水果。奶乾用種誒。你剛有你結婚嘞？係啊。你不是才是小孩嗎？沒有。那你不要跟我說你有小孩了。沒有。哦，你就是小孩。我婆婆都說我是小孩。真的。爸爸就講我衝生意呢。哦，人家剛用種。生意呢先呢。哎，沙來。火龍果。火龍果。安尼啊，黃色、紅色安尼較醬。哎。唔是聽到。好。一些嘞就點綴一下啊。果子就會用當季的食材啦哈。不時啊。是的。係啊，安尼。就一件呢。啊，安樣就一件呢。再過來一件哈。再過來一件。安尼，不用鬆來。香香哦。然後香香你又不用動哦。其實你做的除了喝下午茶之外，早餐也很適合。早餐不建議你。為什麼？因為奶油。它冇營養啊。早上要有熱冇唔錯。下午茶可以。下午茶可以。早上安尼食又冇飽。唔會啦，就為上時候早上就都冇食。哎呀。所以有東西是很好嘅。咩？我早上我食吧，就飽嘅嘛個生菜呀。嘿，鮪魚罐頭啊！你做隻冰冇，迄個係按布條做好冰起來啊，我用係冇。你會建議嗎？唔建議，cái皮會硬硬。哦，對啦，會乾掉。cái皮硬死就唔好食。跟住皮愛早上頭上來煎哈。係啊。其他嘅做嘅前嘢嘢做好來。一凍腳啊！好，貼上來好嚟，做2件就好嚟，好冇？安尼唔好拿。好拿冇？誒，好咯。好咯，來，成龍太太講，安尼熊熊當簡單呢，的水果卷又甜蜜的，做好的是什麼？搶它是乜嘢？水果卷餅。來喲。這款的老跟奶油嚼腔下就安尼蒙蒙的。其實你個派皮係好起來啊，我吃到最做動作東西哈。按你做好，把它擀開，然後我們就放在模子上面。嘿，戳洞。按你給烤的時間啦，給空氣當做得出來，做得變下午茶，你做得變正餐。蛋奶液哦，它可以把所有的食材融合在一起，包裹住。哦，包裹住，好，哇！可以这样来吃，老个甜点就是水果卷餅，完全無法，他就哦，你咁講啊，是同媽媽講吼，你當用心哦，有成餅嗰張色咯吼，看，餅餅的好食。哇，好好吃哦！有那種入口即化的感覺嗎？然後講有一種餅呢，就會按呢，摸不會類似包那種蛋卷的那種皮，唔夠猛按後生，你的這個皮好香哦，要煎得薄薄的。對，泡泡也剛好吃啊。冇像那苦力姆哈，餅過以後就是冰淇淋啊。
韩国曾经老太家讲，就会拿去朗东，朗东高黑是就是那个双麒麟，好好吃，那种感觉，好想哭一定要用动物鲜奶油，真的，植物不行，绝对不行，植物不行。冇安尼好够，而且那个香味出不来。嘿呀，啊，我第一做嘛，我伊讲做唔得是早哎。那就会下午的时候的甜点呢，夏天最好的甜。这绝对不能吃早餐啊！对啊，而且鸟不卡中的水果好好吃哦，对啊，酸内还有火龙果，而且完全不抢味之外，它们融合在一起，酸甜，再加上鲜奶油的甜，太完美了，100分，而且不腻。那乃是甜的，我们讲的这样人当奇怪，还是甜的时候，出去澳洲吗？是好嘞。哎，甜点有咸的呢，有啊，可是咸的哈，大部分 anyway 想到比较传统式的点心，有它咸的嘛。你看吃完这个可以配什么？南瓜培根咸派。南瓜培根咸派。王府这家中哎，嘿，还有咸派哎，咸派看能不能勾起我一些回忆好吗？来，南瓜培根咸派。王府培根咸派哈，你糖有咸派，我吃到你纪念，大家注意到，我这摆吃到咸派的台南，哇，我惊为天人，我觉得派在我印象中没甜的，说咸的，哎呦，很厉害哦。咸派的好处嘿，黑马盖，电上存在菜全部冰落去，非常好，非常适合他。然后冰对哦，有的无总唔得冰，我出水的。嘿，我讲，跟汉无马管黑哦，菜不用放进去，派皮比较重要嘛。嘿啊，派皮要用板做。嘿，古手讲先来做派皮哈。嘿，先来做派皮。派皮就是然后面粉有2种，冰强哈，高筋跟大筋。跟面粉。这个就不需要过筛了吧？这不用，因为我们要拌合。嘿，好。所以我们就把面粉倒在板子上面。高筋大筋的比例要几多？1比1。1比1哦。你用不用2种？用2种，因为口感比较酥，因为一个有筋性的，一个没有筋性的，它的口感会变成酥脆。酥脆的哈。我用给做馒头的话，就一种口感听的呀。对呀。适合某是松松，某是适合晕晕。对呀，安尼。好，刚才奶油不用几多？也是一样，老面粉共用。好，1比1就出来。对。安尼。这是切半。一般来讲，像你第3档啊，你接到单的先做，也还讲还是先做好垫片。冇，应该先栽配。哦。有人听爱当做，冇人听爱就做些。做乜嘅些？我平常有喺啲教养院底做烘焙坊工作。哦。建议当上山。有2日走去上山。嘿。搞小朋友哦，身心障碍的。身心障碍哦。对。还有心。搞记得做甜点系吗？做面包，各位中秋节，帮一般人捏饼啊。哦。做饼诶。嘿。哦。譬如讲有配啥啲嘅，其他小农一点，因为人家懂得青年返乡的嘛。找你合作有冇？会啊，以前去年还有做蜜月蛋糕，做60人杂，全部用加布卡的香橙，做香橙杏仁蛋糕。佮讲正经咩有赏识食材咩要看季节啦。嘿啊。好，这个季节要有那个特别好，就是那个季节的食材特别好了。当令好食。安尼算有匀嘛？匀呢？安尼算匀。cái phần này lào cái nên nhiều kiểu không ha chú ăn này bông bông này. 然后各位人就会大一点卵，好，加细细的水，然后不用动。2汤匙的水，加落来，还有1只卵，然后就用水。好。做派皮的哈，其实那个派皮还好起来啊，我吃到最做动的东西哈，不管不用甜的，不用咸的，
有马街就做马街啊，每周得把那个水温做给菜汁。哦，蔬菜汁。嘿。譬如说红萝卜。嘿。哦，譬如说菠菜。tomato。哦，嘿呢。按你酸血冻还有上海做甜食，冻色关冻。咁樣嘅甜食還有愛做乜嘅？鳳爪鹽啊！哇，哎，人家鳳爪鹽人家時間算還是產季哈。對啊，但是颱風。哦，風災哈。對啊。所以我常說啊，農夫就是這樣靠天吃飯，哦，懂辛苦。係咪？天公伯不能失，人爭有好收。真嘅哈。係啊。做得做的時間就厚厚的做哈。然後拿一個碗裝着。好。我等到冷藏1點鐘。1點鐘。嘿。冷藏1小時。1小時。以後會變暗的，係嘛？哦，來拿出來問睇下看咯哈。你係上家當做好誒，給撒下來呢？這顆就是要擀平壓模。好。誒，你一般來講拿出來，這個不用比推扁嘛，因為佢會較硬，係嘛？迄變到冷藏，迄變到冷凍我推一下，推到一絲絲的軟，就都得擀開。冷藏的話，你出靠手的溫度，還有室溫，哈。可是你太熱也是沒有辦法做，都會出油啊。你要趁那個還是些硬。嘿，對。做唔得，規隻樣做唔得。嘿，太硬那做唔得咯，那就不是派皮了。就像那個什麼可頌那一種的都是哦。按你做好，把它擀開。然後我們就放在模子上面，嘿，放進去模子，然後按你不是這個狗油，因為它是活動的，嘿，所以沒有關係，冇檢查，好，啊，切沒，好，你這些，那你去以前要先，嘿，戳洞，按你去烤的時間啦，去空氣當做得出來，嘿，而且受熱比較平均，哈，冇會給安尼會長。雞突，嘿，會不好看，冇片，好拿定哦。好，你啊呢，嘿，你上加下笨媽媽哈，當心笨媽媽阿姨看做好的餅皮啊呢，變到冰箱，差不多算1點半2點鐘，這樣拿出去烤，上下火180度，烤多久？烤15分鐘。15分鐘以後變安呢哈，有冇？全部共用哦，表示。起做誒，好，現呢，嘿，現呢，哈，看得到叔叔，好，底部都還有加，他用那個叉子插的，好，那撒下來咧，撒下來來炒料誒，那洋蔥啊切成丁，好，給表面去給口感上會唔會燙太低，給你要做的稀飯嘛，做得了哈，來。一絲絲的油哈，因為打下炒皮根咩行會有油。嘿，其實鹹派係安尼型啊，看一個什麼個料，唔過盡量唔好出水嘅。嘿，標菜的啊，都會加乜個，還有啊，加乜個菜瓜。菜瓜，脯的，小黃瓜，哈，嗰種會出水。小黃做得咯。小黃做哦。做得做燉菜。你講你下太個好食的節瓜。節瓜，節瓜可以啊，較貴啊，但有種了種唔起來。真嘅咯？真的。啊，按準貴哦。貴喏。哦喲。好，加切好嘅從頭不用下去。剪刀擦擦。好，來切一下培根。跟你去搞教養院嘅4年了啊，有冇個神奇嘅事情嗎？有哦。咁神奇嘅事情你就有，年年都有。你講一張印象最深咩啊？我做幾兩個，做到一半，拿起來不用比冷嘅時間，轉那頭就比粘體低咧，轉那頭冇咧，凍腳哦，不用下高調誒，中央你沒有辦法教它。好，同樣哦，我們的培根哈，一樣是切，一樣切丁哈。像我們的南瓜要用的時候啊，燙過會比較好用。一樣哈，就是熊龍南瓜切，同樣龍你嘅培根同樣太細哈，眼面下本太看，有冇？好，同樣太細，一整個砂鍋啦哈。通過咩做得？係啦。安尼炒較夾，唔會翻上熟啊。也係我會先不用培根。好，因為要利用培根的油哈，油氣還有肉氣。
本你啊洋葱吃起来配种某样甜哈。做在边下午茶，没做在边正餐。嘿，其實要雞胸脯肉啊，也做得不用醃來吼，嘿，先放片。但是雞肉哎，較好刺甲肉的。哦，這甲肉的較健康。哎，俺们迄有这个香，俺们要剩下这个香。好，你加个培根吼，姜用，你炒了有一点点擦擦的哈。然後弄好，飯瓜，不用落去，有一點濕唔怕，吼，你不能做乜出水哈。你還有人很熊熊哦。專科學校的人會這樣叫。對哈。然後出社會之後，人家都直接叫我巧巧。巧巧哦，靠靠，跳跳。聰明啊！因為我學法的名都唔好念。好咧，安尼好诶吼，好安尼炒好诶了，我冰了安尼诶饼皮当杯，系冇？嘿，那用铜匙冇？用太铜匙好诶，我是安尼较好。但是我会先放一点点。哦，先放一点点 cheese，mozzarella cheese，系冇？嘿。好。伊是咧，安尼叫我念的。嘿，好，龙眼加炒好诶了，冰下去。嘿，有种香草的法，没做在冰。像那个迷迭香啊，百里香啊，对，增加它的香气，对。然后我们要做的是那个它的蛋奶液。蛋奶液哦，就是让它那个烤培的时候的那个蛋液。哦，它可以把所有的食材融合在一起，包裹住。哦，包裹住，好。一定要软。那奶水的奶油还是奶水呢？我会用牛奶。牛奶哦，牛奶好。对，然后一些的盐。好，来。胡椒粉。好。好吗？好嘞。好。然后就牛奶。牛奶，差不多没1:1了哈。没一天牛奶它倒掉哦。牛奶因为这样子比较好那个啊，整个。包裹住。蛋奶液。哦，跟你做嘛，得煮的時間冇用它不用奶液。做唔得，叫我結團啊。哦，對哈，因為蛋嘛，對不對？對。分鹽控下咧。哇！我看到冇淹出來哦，不然就會變成水漫金山寺了。你笑得很有誠意。然後撒上去。好，撒上 cheese，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到烤箱裡面烤。上下火180。烤多久？40分鐘。麻煩依依，好，謝謝，不用浪費。然後烤40分鐘。好，40分鐘轉來，你出去看你鹹派，要邊樣擺型哦，冇這塊。70分鐘，哇，好漂亮哦！哇，那個蛋汁果然很厲害哈。哎，用白。拿掉出來係冇？掉出來都要做紅。生意哦，做得冇？做得。好。哇。好。活動哦。活動哦。把你拿起來。給帶下給層就可以當做那個底盤哈。好，來帶下樹立俾佢來。咩？壓成托體。哦，壓成托體哈。好。有熊冇？當熊啊！祝你生日快樂。我是給了狗哎嘛。沒有，每次看到這個就想要生日快樂歌。哇！呀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又有培根，又有洋蔥。好。結束了，幾隻嘅，不用讓人哋托盤哈。燒哈！哇，我聽到那個脆脆的聲音了。對啊。好，不用讓蛋糕了。好，做得安尼做得開心就可以了。重要的係，人哋用心向下做出來嘅鹹派哦。係啊。搶太假什麼嘅？南瓜培根鹹派。來啊！
这个是切杏鲍菇最新的方法，接着按你切，按你切起来杏鲍菇会当成干贝的口感。第一宝，第二宝，胡椒，它们叫做双宝。好，橄榄油，腌一下，拍酒哈，从咩程度会上爽哦。嘿，翻下去哦。你要是咧发一天要流一点有密性的感觉，才是炖饭。对。南瓜呢，我很好奇，等下切起来很用白的感觉。还没来，还没。我看能不能让我再转圈圈哦。好，我刚刚是顺时针吗？还是逆时针？逆时针。逆时针。对。哇！看我，太好吃了。转回来。逆时针，顺时针，真的很好吃。转回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刚刚转错了，再转回来一次。嗨，好厉害哦。有那种酥酥的感觉。刚刚来讲厉害嘿，有的人有没有讲？拜托，我吃派就是要吃里面的馅料啊。但是我跟你说，我要是吃的派，我会想要吃它的派皮。它一层一层，然后不会酥酥，底部都软软，它咬起来是亮中的口感。你好厉害！你现在有你的表情现在有点傻逼哦，你有点傻逼哦。你有看到我转圈圈？我在本节目第一次转圈圈，为了你，头好晕哦。我终于可以理解你用慢讲吼，做了的派皮好去了，其他外表嘛该吃个变香油嘛该吃个冰，派皮懂葱油。我刚刚吃到的底部度就已经不同口感，最后是很那边已经吗？扁笋较喷。扁笋要哦，好好吃哦，它就是介于饼干跟面包跟烤焦跟没有烤焦那种感觉，而且好香哦。唔記得你跟鹦鹉啊？对，到拜你呛你了，我就太浮躁，也没有浮躁，我就是太开心。你不要头晕到忘记。我头好晕哦。那我请一个主厨，你告诉你有熊的什么？坚持。还有熊的爆发力。那像你这人好吗？把爆发力都用在我们的这个厨艺上面。欢迎罗氏烧超人主厨熊的爆发力。超人主厨你好。你好。你大拜来啊，都懂厉害，都本你懂得，谁来你就有不同的样貌出现。今天熊来，你可以熊的爆发力吗？预备，熊的爆发力。还有吗？好可爱，它才是维尼小熊，它才是维尼小熊。那个，它的派皮做得好好哦，整个还有卷饼超好吃，怎么办？你来按 Q 啊，我都没有为你转圈呢，怎么办？你等下可以让我为你转圈吗？好不好？但是我不会后空翻哦，我先说。我准备要说后空翻。我就知道，能怎么改？培根南瓜奶油乳酪炖饭。你大概都好长哦，再一次。培根南瓜奶油乳酪炖饭。好，暗炒。懂炒。嘿，你讲熟悉的有懂好什么？来看一下，来。培根南瓜奶油乳酪炖饭。嘿呦！你要咸奶用客家话来这模法做，你看你讲得出来吗？培根黄脯奶油 cheese 炖饭，你都这么打败哈，超人就是超人，每次都要挑一个，是不是？我感觉烫起来像高筋哦。当高级的出种熊熊，出种巧巧给人讲，非常的高级，好吗？好，讲一下你准备炖饭的料好吗？好，我今天有俩南瓜泥。先大好。南瓜还有俩意大利米。意大利米。两是一般的白米哦，那意大利米。意大利米它的特色就是唔是细，比用南非的小米啊那一种空腰。主角长那样溜溜。嘿。好，还有俩白酒，好，鲜奶油、洋葱、培根，太假的啦，培根，巴西利。看到美女你又紧张了。奶油，好，它最重要的俩鸡高汤。鸡高汤几加粉呢？温差不多1点钟就好了。1点钟就好了。好，那俩就先走了哈。好。俩tomato等下装饰用的，那就先切。好。你特别形容你意大利嘅米啊，那你普通可能不卡會用嘅白米，用埋嘅冇用用。你食起來還有口感，食起來還香。我叫要加香梅係嘛？係冇錯。
刚才你看到熊熊啊，佢做的两样啊，虽然讲係泰雅印象中的甜点，不过其实冇简单，特别是咸派。看到咯，这个是切杏鲍菇最新的方法啊！接按你切，按你食起来杏鲍菇会当像干贝的口感，好，冇错。米丝会落去哈，用大家解释下。虽然讲按你会花很多的时间，不过按你切我知道冻酱以外，我还会吃到杏鲍菇不同的口感。哦，看咪的冇？哈，看咪，它比较熟，看咪，还有佢剪开了。真的会很像干贝，它吃起来会很像干贝。能够炖饭用咩杏鲍菇啊，就电动奶煮诶哈。冇错，所以用杏鲍菇来煮。古时候讲脱个料咩当葱油哦。好，昨天本来在盘的吗？是吗？看看料先煎过。哦，先煎过。先煎过。好，麻烦周伟哥本来2宝。盐第1宝。第2宝，胡椒，它们叫做双宝。好，橄榄油一滴如何嘞？一滴的哦。好，分给先用一下哈，两个就来煎，然后底下洋葱啊就切油来。就用葱头切油的，系嘛？那葱头一定会冰哦。一定要冰。因为你还翻底部度甜味来源之一。没错。你的葱头切好诶，你要切蒜头哈。哦，蒜头用的量咩一度？系啊，安嘛用啊。其实蒜头煮久也会甜诶。会啊。哦，冻甜。我甜煮。葱头有蒜头又有凤葱头，你啊就奇妙咯。会下香，本地讲下香。哦，哎呦，这样是 freestyle 嘛 ？freestyle。这个哈，台湾那这样就当香了。其实我觉得咸派里面如果放一点这个也不错。会太呛吗？会太呛。会太呛。不错，我要看每一种食材，还有每一道菜它要怎么做。对，杀下来，你还要加 parsley， 你要最重要诶。你最重要，大用画龙点，画龙点睛，画龙点睛。刚刚哦，你最重要，你最重要。最重要係唔記數，我了解煮起來。哦，parsley 哈。啊，你培根啊，我就一半呢，切不油，嘿，爱摸，切不去太平掉，太对哦，我不能食到肉，嘿，我先起火嗎？嘿，你啊，弄下起火一下，是吗？不是不用油哦，你的培根本身就一油诶，哦，厲害，还有哦，其他tomato 啦，还有杏鲍菇，其家就有用油哈，嘿，来腌一下，所以不是油当多油诶哈。我先不用多凉哈。好。搞好腌。好，讓伊咕呢。咕一下。好，那我一起炒飯，你嚟做乜嘅？你啊，先炒飯咧。哦，先炒飯哦。唔講飯可以炒凍久，你有秘密武器係嘛？有，阿飯最講嘅嗱，秘密武器，哎呦，做得。怎麼好弱？哎，你秘密武器就預煮過嘅，你意大利米。煮幾久？差不多20分鐘。20分鐘哈，超人主廚用量。笨蛋的那个上的米，不是谁哦？不是谁？煮后20分钟变按用底下米差不多5分熟。哦，这样5分熟哦。地板还有米心。冇被看起来冻熟的呢。忙。你迄基本的煮家主厨讲的吼，因为佢冇被个啪啪的粉煮出来就会像安尼扭哈。好，然后呢，冇个熟的。好，本来是的油。好。哇，这个米煮出来这么厉害。洋葱，好，洋葱，不要变圆，不要变香，不要变甜蜜出来。好，葱头，凤葱头哈，落下去，蒜头，下去，好。
喺旁邊嘅培根啊、剪龍有買去，擦，全部擦啊。哎，啊，你看洋葱有點透明的，酸味咩出來，呢邊係紅葱條嘅小米，啊加乜嘅？杏鮑菇，好。好好聽哦，小小有沒有發現主廚在炒菜的時候好好聽哦，那個翻鍋的聲音。对啊，而且很帥氣。對，很帥氣哈。你要說謝謝啊，我害羞了。還是要說謝謝啊。謝謝。對，白酒，拍酒哈，嗱，準備調到，調到袂調酸哦。嘿哎，兩湯匙好咧。好香哦。好，好，雞湯。給糖下去是咯。的。啲咁冷嘅都等佢加。好，試試加啦，因為加一下加太多吼，等下量冇雜吼，除咗變毛。嘿，變梅。好，我都有好，培根好咧吼，嘿，先夾起來。哦，用啲培根嘅油去煎涼哦。哦，杏鮑菇就凍香咧。嗯，韓國人嘅tomato放下下去，小心啊。哦，哦，仲有未夠半？好，什麼？好，第二旁邊呢，我們的水也入味了，飯下去哦。哎，飯差唔多煮給我分熟。因為都底下有色嘅嘛，嘿8分熟。 8分熟而已哦。 8分熟，會有留一點點米心啊。嘿哎。給頭。好，再過來不用給，第二唔看不用給糖。師傅看到師傅按你做出底吼，摸一下不用太多，你這你不用太多會變毛，好，你就吃這些不用。哎，你要是咧發一天要流一點有米線，沒感覺，才是燉飯。對，我講樣好咧哈。好，暈咧，對。哦，南瓜泥。我很好奇，等一下食起來很用白的感覺。沒想到燉飯也可以做的，其實還蠻快的，按算。用一啲鮮奶油跟一下醬，鮮奶油2口咯。好，哇，你可以畫愛心嗎？做對，很不錯。要水流動醬咧。嘿，好，自己煮一下哈。要注意下，注避某按，沒有那麼再硬一點。好咧，好咧哈。安尼好誒。哇，火關起來咧。係，因為我哋底下冇用米頭，又係帕瑪森 cheese。哇，好大氣的飯。有會鹹冇用中國。有冇鹹哦？有啲奶油。這個奶油。底下係灌火。嘿，管內哦，管火誒哈。灌火。利用那個餘溫哈，把帕瑪森 cheese 還有奶油。落去嘅梅頭，落去拌勻，調潤來。好，按你做的先起鍋，知道嗎？哇！培根不用上去。這個來，tomato，杏鮑菇，好，這個非常愛捏 parsley，哇，是不是講你要凍蟲繞？冇錯，肥蟲蟲腰哈，你要下定用拌蟲繞咧，就又嗆色，冇錯，哦，蘆薈醬，橄欖油一起咧，橄欖油啊，哇！一桶重油，你喊最重要嘅，冇錯。好，你試咗啲巴西利油，和啲帕瑪森 cheese， 是的。這個非常宜，利用餘溫哈，讓它融化。掉起來，用泰雅講，超人主廚搶泰雅，什麼解？培根南瓜奶油乳酪燉飯，來。
吃哦。想不到我家的南瓜也可以变得这么好，是不是？这意大利米真的是起那个口感有点松松，所以呢，就松松，就脆脆，还有安尼冬天感丰富。会转圈哇哇，好好吃哦！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主厨。来炖饭哈，里头有培根、平阿色。培根哦，好。培根。主厨。后空翻吗？会转圈哇！哇，好好吃哦！好，再吃一口。哇，好不好吃？再来一次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主厨啊，头好晕，好好吃哦。想不到我家的南瓜也可以变得这么好，是不是？韩国人正经来讲，一般係用香米可能是去了，冇咁用誒。其實係講大家有可能去做自家煮啊，煮可能咧。這意大利米真的是吃起來口感有點鬆鬆，我講鬆鬆啲袂毒呢，因為佢挺厲害咧，佢個個葱條又切到啱碎碎，所以呢，有就鬆鬆，有脆脆，還有安尼冬天感豐富。因為一般來講，像反瓜。做濃湯很多，對啊，燉飯不見得會加南瓜，我們加奶差不多嘛，哈，可是兩個加在一起，沒有想到按哈，好厲害。一般煮會切塊，我就切片，因為全部煮成汪汪的。還有剛剛主廚講吼，做嘛一定要配着那個培根來吃，因為培根鹹鹹的，南瓜很甜，它們綜合，哇，口感一級棒，所以我剛剛為你轉了2圈，有公平嗎？有，他2道菜我2圈，你1道菜我2圈，再次謝謝主廚，好嗎？大白接受我們的任務都這麼的厲害哈，點此做安的事情對你來講有乜特別意義嗎？都厲害了。可以讓家裡的農作有更多不一樣的產品呈現，你就編發一下，就會有人氣氛。老七家屋下嘅東西呢，七家拿食，和七家走出去推銷出去，然後當安心。主廚又喺戲機屋下散檔聊聊啊，清食菜，突然厲害啦，我們可以吃甜食，再吃頓飯。好，謝謝茵茵，好不好？突然歡迎了，哇，我再也不怕熊了，我會越來越愛熊。我們以後去山上找熊，真嘅，對啊，好唔好？什麼樣樣？什麼？鄉親朋友，今晡日啦吼，啲家家有好食，而你唔但搶食到好食嘅料理，你看到係轉圈圈，從嘢看到乜嘅？看到130年對一件事情，對你人生的堅持，錯冇？古所講咧，看人家家有好食，唔但搶做得看到無窮樣嘅美食，你做得看到人生無窮樣嘅風景，就係堅持。記得空檔時間堅持去看你嘅家家有好食。歡迎國家來主席。嘿，要看哦，我才能為你轉圈。天鵝湖，天鵝湖。好。大家好，我係鍾秀碧，今日來到一節目，勞2位主持人，介紹我嘅點心，咩有勞主廚好多東西，希望大家按住些